嗨，大家好，我是探明叔，今天是2025年3月1号。这一期咱们聊一篇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一篇文章啊，它的文章叫下午茶，说成人娃娃加 AI 等于情感伴侣，他打了个问号。当下这个年轻人叫不愿意结婚，或者叫结婚难，对吧？现在从2024年结婚的人数也能看出来，比2023年少了100多万对。那为什么这么多人不结婚，或者结婚的人这么少？是有它的原因的，比如彩礼高，比如房价高，比如压力大，就业难等等，还有人的观念也在变化。但是人是有情感需求的，所以什么成人娃娃加 AI 就应运而生。那成人娃娃加 AI 能不能代替情感伴侣呢？这个新加坡联合早报他就做了这么一篇报道，咱们一起来看一看新加坡联合早报他是怎么说的。他说深度求索就是 DeepSeek 和人形机器人火爆，让一个隐秘有点难以启齿的中国制造小众赛道意外出圈。我记得咱们在虎视节目也介绍过了啊，硅胶概念居然还爆火，遭到爆炒。位于广东省中山市的成人娃娃制造商金三完美，因为采纳开源大模型成为舆论的焦点。说金三完美由刘江霞、王庆峰夫妇于2010年创立，一开始生产服装人体模型为主，之后转向成人娃娃。香港南华早报2月16日报道，引述刘江霞称，说公司推出的成人娃娃接入开源大模型，于 ChatGPT 后获得用户良好反馈。坊间传闻称这款娃娃反应能力和互动性更强，比如娃娃会根据用户表现夸赞或安慰，没关系，2分钟也很厉害了。南京新闻引述金三完美负责人麦斯的话说，而我真不知他是不是会说2分钟这个段子，可能客户问过娃娃会有这样的反馈。不过随着生成式 AI 大模型的突破，成人娃娃确实具备了理解、分析并回应的能力，居然还有共情能力，那这个是相当厉害。麦斯举说2个例子，说其一，娃娃会根据用户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形成一个画像，如果言语比较粗鲁， AI 就会将使用者定义为一个不太礼貌的人，久而久之，使用者骂他的时候，他也会骂回去。其二，娃娃也拥有较长期的记忆，比如使用者今天告诉娃娃他生病了，后续表达要带他出去玩的时候，娃娃可能会提醒使用者应该好好休息。而实际上，另一家位于深圳的成人娃娃制造商新派科技去年也传出要在成人娃娃接入 AI 大模型，但并没有激起太大的水花，这就叫生不逢时。那个时候人工智能大模型正好沉寂下来了，春节期间 DeepSeek 爆火，所以这个相关的概念也是水涨船高，所以这个时机很重要。当然，成人娃娃接入 AI 概念其实也由来已久。英国未来学家皮尔森博士早在2015年就大胆预测，在2050年左右，机器人甚至可能会取代人类性伴侣。说美国企业很早就抢占先机。2017年，美国公司推出了全球首款女版 AI 性爱机器人，隔年更推出第一个男版性爱机器人，当时造成轰动及引起巨大争议。这些年来，该公司也努力摆脱性爱机器人的标签，更注重陪伴概念，就主打陪伴。最近宣布正尝试让产品接入 ChatGPT 或 DeepSeek 等大模型。这个金三完美负责人麦斯强调，人不可能一直只有生理方面的需求，产品更多应该提供是陪伴价值。他提到，公司已面世的成人娃娃只有语音，但没有识别对象的视觉功能，也暂未接入 DeepSeek。一方面 DeepSeek 并不适用于某些国家和地区，另一方面 DeepSeek 推理过程对于娃娃来说还是反应过长了一些。这个是介绍这个硅胶这个机器人的一个大概现状。实际上我们要看它的成因，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需求。所以联合早报说叫单身经济与孤独经济。随着杭州6小龙之中的 DeepSeek 与宇视科技等科技新贵突然爆红，一般老百姓不仅见识到 AI 的聪明才智，也更乐意让人形机器人走入日常生活。他说，当人形机器人大模型 DeepSeek 和 AI 等热门概念相互碰撞，促使成人娃娃从生理工具向情感伴侣华丽转身，1000亿级的市场空间打开了。中国资本市场嗅出庞大商机，纷纷追捧人形伴侣机器人概念股，触发涨停潮。分析认为，这股投资兴趣背后最主要是由单身经济、孤独经济所撑起的。那这个意味着什么，对吧？这个人形娃娃、硅胶机器人，它给人
人类带来什么道德上的困惑，或者是其他方面的。所谓的单身经济、孤独经济怎么产生的？根据官方数据说，中国单身人口在2023年达到2.4亿人，估计到2024年底很有可能已突破3亿人，这折射出情感陪伴缺失的困境。另外，投资人对人形伴侣机器人应用场景想象也不止如此。在老龄化社会，他们会被用于陪伴独居老人，提供情感支持和健康监测。在家庭场景中，他们也可以承担家务，辅导孩子学习，甚至成为家庭娱乐的中心。话虽如此，说但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愿意结婚，也有更多的独居老人。人形伴侣机器人的崛起到底是解放，还是带来更大的社会危机？它让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拉得更近，还是更远？有评论调侃AI 伴侣或许可以根据你的心电图波动调整情话浓度，甚至在你加班时主动提议今天暂停亲密模式。然而，但算法比人类更懂得如何刺激多巴胺分泌。我们究竟是在解决孤独，还是在制造一场大规模的情感戒断危机？现实中，期待 AI 女友的男性不在少数。在有的人看来，选择 AI 伴侣可以规避掉婚姻风险，还不用承担天价彩礼。自媒体财经故事会引述一名30来岁的程序员戏谑道：“不闹脾气，还会体恤人。说实话，我宁愿给龟娃彩礼，说也比找个祖宗回去供着好。不过，体验娃娃的 AI 交互功能也要付出一定成本。说像金山完美成人娃娃的 AI 功能，用户必须先支付$100订阅费，这还不包括之后的充值续费。说如此见钱眼开，或许也是现代人谈恋爱的真实写照。这个就是新加坡联合早报关于单身经济所产生的成人娃娃加 AI 等于情感伴侣这么一篇报道。这现在一方面是经济高度发展，我们早就已经摆脱了那种叫饥饿，或者说我们已经摆脱了深层危机，但是一方面又犹如经济现在在波动，大家压力非常大，每个人的内卷、焦虑，房价高，工作不好找，导致现在年轻人也不愿意谈恋爱，或者也无暇谈恋爱，或者没心情。还有是因为也是社会进步这个社会的发展，导致每个人的眼光、眼界跟以往大不相同，我们不再将就，人们对另一半的感情需求也在变化，有很多人宁愿单身，他不愿意将就。这个就导致这个单身问题越来越突出。但是我想在中国单身这么突出还有别的原因，就是我们从农业社会，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以后，以小农经济为主的这种经济彻底颠覆。小农经济一个特点就是人被束缚在土地上，因为它是农耕，所以它必然是以家庭为单位，农村这种大家庭单位，你离开这个家庭你很难存活。这个有年轻人他不一定理解这个，就是30-40年前，如果你离开家庭，你根本就活不下去，你没有谋生的手段，也没有所谓的岗位。那个时候全国都是农村土地，它属于集体，后来包产到户，是到你这一家，它并不是到你个人头上，它是到你这个家庭这一户，所以它就以家庭为单位。这会导致个什么问题？导致就是女性她必须高度依赖男性，她必须要成家。你比如说女的如果不结婚，那你准备在哪儿待？你说我跟父母住一块，还有老的时候，农村里父母老了都是个问题，谁去养活他呢？儿子，农村一般都这样。那你说作为女儿，你跟你父母过可以，你跟你哥哥过勉强也可以，但是你哥哥还有嫂子，还有孩子，随着时间推移，你根本就过不到一起。也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女性必须要结婚，你不结婚，那就悲惨就等着你。随着年龄越长，随着时间越长越惨。所以农业社会它女性没有办法单独生活活下去，因为她不掌握生产资料，她没有土地是到这一户，到这个家庭。就说你说你愿意跟你哥在一起过，等到你哥一老，是你哥的儿子做主，那他还能跟你姑姑又能怎么样？他连对他父母都是个问题。你看说这么多，在小农经济下，这个女性的地位，这还是解放后，这女性能顶半边天。你要在解放前，那女性就是男性的，可以说叫附属物，某种程度上就是财产。那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模式彻底颠覆，大家从这个土地上解放出来，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这回真正的平等。你可以到南方去打工，去广州，去广东，去沿海，一个月赚800，一个月赚1000，比你种地还赚得多，真正实现男女平等。女性这个时候她就根本不依附于谁，真正独立。虽然到现在为止很多女性还没有独立，但是已经提供了独立的这种条件和环境。你不独立那是你自己的
的事情。实际上，越来越多的女性越来越独立，这就会造成一个什么现象？女性的崛起。大家也能看到，咱们现在女权现在是越来越活跃，女性独立，这就导致对婚姻的看法产生巨大的变化。过去是被迫结婚，过去的不需要谈恋爱，都是父母之命的。过去都是结完婚之后谈恋爱，拜完洞房才认识，那是过去，那是封建社会。那解放以后，那也是做媒婆一介绍，哪有什么谈恋爱？就定亲，找个农闲的日子，举办一个婚礼就完了，吃一顿饭。结完婚之后开始互相了解、互相认识，大部分都这样。那改革开放以后，女性独立，她就不需要搞这一套，她对感情有了新的需求。结婚不再是养活自己这个前提和基础，养活自己她已经解决了，所以这个时候她需要真正的是感情。但广大农村地区的女性，还有落后地区的小城市的女性，进了大城市，她会认识更多的人，人口在流动。过去你这个就在本村，你顶多嫁到隔壁村，跑不了太远。那你能跑多远跟媒婆有关系，媒婆的活动范围有多大，你只能跑那么远。那现在甘肃的跑到广东去了，内蒙的跑到上海去了，安徽的跑到新疆去了，这种流动总体上是农村往城市转移，小城市往大城市转移。本来应该在村里面待着这些姑娘，进了城，她就人往高处走，她很难看得上同村的那些男孩。同样的，城里面这些男的他也会遇到问题，城里面优秀的女的他也往上看，这就导致城市里面的普通的男性，他要找城市里面的女性也越来越难匹配上，所以他就更容易和进城的这农村的女性匹配上。所以大家会发现一个现象，无论是香港还是上海还是北京，这个大龄单身女她都是高知，学历很高，条件很不错，有的甚至是高管，根本就不缺钱，但是她就是结不了婚。很多大龄单身女性实际上都是优质女性，条件非常不错，那为什么结不了婚？其实因为跟她匹配上的男的非常少，她也不能接受年纪大的，有很多人她还找跟她年纪差不多的。那你说跟她年纪差不多的男性，如果条件好的又看不上她，所以整个的说什么意思？整个的这人是错配的。这个女性总想找比她更厉害的男性，而且这个年龄还不能相差太大，这就很难匹配，这就导致男性往下找，所以农村的女性就进了城，农村的男性就被单下了，或者说条件差的男性就被单下了。所以你看见很多农村一个村几十个光棍，根本就找不到对象，连二婚的都找不到，没人愿意去跟他，谁愿意跟他？因为现在也不用说结婚才能活得下去，既然不结婚也能活得下去，为什么要跟这样的人去对付，去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准？完了结了婚之后还各种矛盾，所以落后地区经济条件差的或者农村地区很多男性就被单下。那北上广一线城市或者大城市好多女性也被单下，这个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过程。你看啊，尤其是香港的大龄女性特别多。你看香港的男性也有单身的啊，但是他可以到内地来找啊，这个比比皆是，只要他愿意。但是香港的女性她就不愿意到内地找，她要找比她厉害的。可选择的范围就越来越小，越选年龄越大，机会就越小，最后就单下了。这个说的咱们叫单身经济。所以在这种错配之下，结婚的要求越来越高，你拿不起彩礼，你买不了车，买不了房，现在要全款买房，你贷款还不行，这就导致大量的单身，所以单身经济就应运而生。第二个我们再说的这个叫情感伴侣，人形伴侣机器人，这个确实它是在解决孤独，还是在制造一场更大规模的孤独。我觉得从人类社会发展来说，这个AI 伴侣确实给人类带来一场危机。随着这个 AI 伴侣越来越智能，你说在这种单身经济下，越来越多人会选择 AI 伴侣。这个 AI 伴侣如果是高度智能化，就像有的网友说的一样，那他为什么还要去做舔狗？再配合现在什么试管婴儿，这个生物学的高度发展，以后就还有必要结婚吗？不光男的不需要结婚，女的也不需要结婚了，大家都不用彼此什么将就，人类社会它也能繁衍后代，又不需要结婚，这是不是社会伦理的一个巨大的危机？以后一个人过，再买上几个机器人，男的实现3妻4妾，女的实现也是好几个老公，有的替他做饭，有的替他干活。只要你有钱，你可以买好几个啊。这个机器人你可以多买，你可以批发一打，分工不同，何必看别人脸色？想想小孩，试管婴儿，我想如果朝这个方向发展，这不就是人类的一个危机吗？当然，干家务的机器人这还是很有必要的，做服务的，有的老年人需要陪护，如果机器人能解决这个问题，充当保姆，这个也不错，这个是一个方向，我们大力提倡。但是这种叫人形伴侣机器人，这个确实对社会是个挑战。我觉得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还得从单身经济形成的原因下手。以后我们的对手不是男的，也不是女的，我们的对手也不是异性，我们的对手原来是机器人。作为一个人，你都没有机器人吸引人，这个确实也是个悲哀啊。干活不如机器人，当女朋友或者当男朋友也不如机器人，那最后是不是导致人类被淘汰啊？真的是机器人统治这个地球，人类是自我淘汰，自己不想活了吗？我想随着 AI 的发展，恐怕各国在这一块要刚才说了要解决这个问题啊，呼吁过说要给年轻人呢这
这个更长的休假时间，更短的工作时间，要不然这些年轻人都没时间谈恋爱。从时间上要保障，我想这是一方面，还得从这个形成单身经济的原因根基下手。我记得以前胡一金老师呼吁过，说要给年轻人呢这个更长的休假时间，更短的工作时间，要不然这些年轻人都没时间谈恋爱。从时间上要保障，我想这是一方面，更多的还是要打消现在年轻人的顾虑。我们为什么活得这么累，对吧？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我们为什么这么焦虑，就我们为什么这么努力，更多的还是要打消现在年轻人的顾虑。我们为什么活得这么累，对吧？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我们为什么这么焦虑，就我们为什么这么努力，对吧？我们是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我们每个人感觉到好像看不到未来。但你一焦虑，对吧，就会抑制你其他的需求，你没有心情，对吧？我们是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我们每个人感觉到好像看不到未来。但你一焦虑，对吧，就会抑制你其他的需求，你没有心情。房价那么高，对吧？工资那么低，随时还有失业，面临养老，面临医疗，这些都是问题啊。所以这是单身经济的形成的一个外部环境。这个环境，房价那么高，对吧？工资那么低，随时还有失业，面临养老，面临医疗，要给它解决掉。其次就是思想观念。什么叫思想观念呢？就是我们要更大范围的去匹配，对吧？如果你在国内匹配不了，你在同村匹配不了，你在你们的县匹配不了，可以出国。你比如说，这些都是问题啊。所以这是单身经济的形成的一个外部环境，这个环境要给它解决掉。其次就是思想观念。什么叫思想观念呢？就是我们要更大范围的去匹配，对吧？如果你在国内匹配不了，你在同村匹配不了，你在你们的县匹配不了，可以出国。你比如说很多这个农村的男性，你在本村你已经找不到了，你在你们县也找不到，因为你在你们村你们县那男性里面基本上算垫底。很多这个农村的男性没有姑娘看得上，但没有人愿意跟你，那怎么办呢？去越南，去老挝，去东南亚这些国家。利用咱们现在还有优势，你在本村你已经找不到了，你在你们县也找不到，因为你在你们村你们县那男性里面基本上算垫底。因为我们不管怎么样比他们还稍微富裕一点，条件还好得多，叫走出国门。不行就去非洲，没有姑娘看得上，但没有人愿意跟你，那怎么办呢？去越南，去老挝，去东南亚这些国家。利用咱们现在还有优势，这个不是开玩笑啊。我一个高中同学，初中也是同学，高中不是同学，初中同学是我们村的。以前我经常抄他作业，一到暑假我就等着他作业做好，然后我就拿来抄。后来他高考就没考好，考了个大专，后来就结婚了，后来就离婚了。前2年我回老家，我才知道他跑到非洲去了，在非洲娶了一个老婆，是个黑人，黑珍珠。这还不是一个现象。我前一阵子在安庆这个叫出入境管理局去那办事，那里面一共在6、7个人办事，除了我一个人黄皮肤的，剩下全是黑皮肤，黑人，女的，抱着小孩，不用说，肯定都是非洲嫁到安庆的。你看，这也是个解决办法，就是对吧？在国内这些男性，对吧？你在国内已经不好找，身边已经找不到了，那没有办法，向外看。那女性呢？你得还是要调整一下思想。刚才说了，那些被单下的女性，她不是不优秀，恰恰是因为她太优秀，不好匹配。那这个只能通过调整这个观念来解决。当然了，这个新加坡联合早报肯定都是非洲文章的最后指出，这种体验娃娃 AI 交互功能，这就是个智商税。你要先交$100的订阅费，后续还要充值。这个差不多文章的最后指出，结束语无非就是个你情我愿，只要没有强迫啊，那都是合理的。所以我认为恐怕要不了多长时间，随着这人工智能的发展，这个全世界一定会形成一个共识，要对这个方面进行限制，就像那个克隆人一样，这个会引起伦理道德的混乱挑战。现在克隆人是全世界都是禁止的，那你这机器人，对吧？你这个 AI 这么发展下去，你比克隆的人还厉害，但愿我是杞人忧天呢。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